真係以為憑你讀過2年書，自問自控力勁，甚至揸住幾百萬本金就可以入嚟我個場贏到錢行返出去？我同你講，由你隻腳踏入賭場大門嗰1秒開始，你同街邊執紙皮嗰個阿伯根本冇任何分別。我今次特登拍呢條片，唔係想同你講無用嘅道理，更唔係想賺你個點擊率。我成立呢個頻道，想用我幾十年做莊家睇盡人性嘅視覺，喺你行入地獄之前，狠狠一巴掌刮醒你。如果你想喺下次行入任何一間賭場之前，徹底睇清自己嘅大腦係點樣被魔鬼細節慢慢綁架，保護好你同屋企人嘅血汗錢，聽我話，而家就撳下訂閱，開埋個小鈴鐺。呢個決定不單止免費，而且分分鐘喺關鍵時刻幫你省返幾百萬，甚至救返你一條命。好多人成日同我講，賭博呢家嘢係講運氣㗎嘛，或者話我識算牌㗎，我讀數學出身㗎。我聽完淨係得啖笑。你以為賭場要靠出千先贏到你？你以為我要請班老千坐喺度換牌整蠱你？慳返啦！我呢度冇千術冇蠱惑，24個鐘365日，永不休止咁樣轉緊。呢部機器個名叫做大數法則，佢唔急唔狠，唔會追住你嚟殺，佢淨係慢慢磨到你骨頭都碎晒，你都唔知自己幾時死。我見過太多人啦，真係太多，身家過百億嘅大老闆，西裝骨入嚟，最後要問疊碼仔借20蚊搭車返香港，精通數學嘅博士帶住3部計算機嚟算牌，最後部計算機都當埋。你以為你同佢哋唔同？你以為你叻過佢哋發夢啦？講個真事你聽，有個男人上海陸家嘴做金融嘅，年薪100萬，着住成套阿曼尼，帶住隻黑水鬼入嚟嗰陣，個樣幾咁不可一世。佢起初好小心，每注1000蚊咁買，贏咗少少，嘴角就開始翹起嚟，覺得自己好醒，覺得賭場不過如此。佢開始加注5000、1萬、5萬，手風逆轉，佢開始皺眉頭、流心汗，但佢冇走，佢覺得自己可以贏返呢啲，咪就係我講嘅。你以為自己同出面個乞兒唔同？你以為你嗰套理性仲喺度？當你輸咗50萬嘅時候，你嗰套理性已經碎到一地，都係執都執唔返。佢輸乾咗，竟然未走。佢行入咗酒店嗰個殘障廁所，鎖埋門，坐喺馬桶上面，塊面青過白粉牆。佢隻手震到連手機都揸唔穩，解鎖都解咗3次，先開到佢深呼吸，用力吞咗啖口水，然後撥咗個電話俾佢老婆。佢老婆喺上海肚入面懷住佢個仔，下個月就預產期。佢把聲要扮到好虛弱，好辛苦，話自己喺珠海俾車撞到，要即刻做手術，否則下半世跛。佢老婆喺電話嗰邊喊到拆天，佢仲要安慰返人轉頭，你話呢個人仲係人嚟嘅？佢老婆信咗，冇辦法唔信，因為佢平時係個好老公、好爸爸、好女婿，全公司嘅模範。佢將卡入面僅存嘅30萬係準備用嚟生仔嘅救命錢，1蚊不留咁轉咗過嚟。收錢嗰一刻，我鏡頭影住佢，佢掛線之後，成個人攤咗喺廁所格仔入面，個頭挨住牆，閉上眼，然後嘴角竟然慢慢咁樣笑出嚟。嗰種笑唔係開心，
唔係鬆一口氣，係一種病態嘅扭曲嘅，好似鬼上身咁嘅笑容。亦佢可能連自己都唔知自己笑緊。呢一刻佢嘅人性已經冇咗尊嚴，已經蒸發晒，剩翻嘅只有一樣嘢，就係賭癮。佢行翻出去，將30萬換晒籌碼，坐翻去同一張台。結果呢10分鐘，我冇呃你，真係10分鐘都唔夠連開10口莊。然佢鋪買閒，荷官快膠刮一嘢掃過去，嗰啲籌碼好似垃圾咁樣被推入個箱度，冇聲冇抗議，乜都冇。佢望住個箱，好似靈魂都跟住被掃入去咁樣。佢冇喊啲人話賭輸會喊錯啦，真正輸到盡嗰陣，你係喊唔出㗎，因為你連情緒都冇埋。佢除低手腕上面嗰隻黑水鬼，行出酒店，轉角間當鋪，死當5萬半個鐘之後，嗰5萬都冇埋。然後呢，之後佢冇返上海電話熄咗，人間蒸發。佢老婆癲咗，咁揾佢報警上新聞，佢都冇理。佢日日流連喺賭場賭，冇得賭啦，就坐喺度睇人賭，吹免費冷氣，飲免費奶茶。夜晚去關閘發財車站嗰度執人食剩嘅包，踎喺街角，和成身臭味，頭髮油到一餅餅。有次佢行過塊玻璃，見到自己個倒影，佢停低咗，呆咗幾秒。我唔知佢嗰刻諗緊乜，可能佢見到嗰個着阿曼尼嘅自己，可能佢見到佢老婆，可能佢見到佢嗰個未出世嘅仔，但係一切都太遲啦。最後佢簽證過期，治安警反鎖，雙手押上囚車遣返。聽講佢老婆生咗個女，離咗婚，而家帶住個女返娘家住。呢個男人呢，冇人知，嘢喺上海邊度做緊嘢，或者仲喺賭場嗰度遊魂。你睇下綠色絨面嗰張賭台，睇落幾靚幾高貴，但係喺佢面前見嘅尊嚴、你嘅人性、你嘅道德、你嘅親情、你嘅將來1蚊都唔值。佢會一層一層咁樣剝到你赤裸裸，敬你唔再係一個人，然後一掃就將你掃出街。你以為呢個故事已經夠核突？未算我之後會同你講。和一個紀律部隊出身嘅鐵漢，點樣由連續15日贏錢到半粒鐘之內，變成一隻發狂野獸？仲會話你知一個算牌大師和點樣？因為喺徒弟面前唔丟架，一夜之間輸到破產，你夠唔夠膽聽落去？夠膽嘅，而家就撳實個訂閱掣，開埋個小鈴鐺，走開。因為我講嘅每一個故事都可能係你將來嘅寫照。你以為受過皇家警察最嚴格嘅紀律訓練，和做到重案組部警署警長級別，就可以喺我個場管得住自己隻手？我同你講，呢個世界乜嘢都靠唔住，和最靠唔住嘅就係人嘅自制力。我以前有個客入嚟嗰陣，成個鐵漢咁款板寸頭，條腰挺到一直行步路都大風。前警隊精英，重案組警署警長，破過大案，審過悍匪，面對住窮兇極惡嘅犯人都面不改容。呢種人你話佢會輸到破產，你話佢會為咗賭連老婆仔女都唔理，我開頭都唔信。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咁荒謬。佢第一次坐喺張百家樂台前面嗰陣，真係同其他賭客好唔同，好冷靜，好似返到警署審犯咁。佢唔會亂買，正啊！每次落注之前都睇一輪路子，又計下機率，又觀察下荷官嘅手勢。佢話俾我哋聽入面嘅經理聽，賭錢同查案一樣，
只要有紀律、有系統就可以控制風險。佢甚至自己整咗本簿仔，每日記錄贏輸，話要揾出個規律。結果呢，贏喎，佢連續贏咗15日，唔係贏好多，每日幾千蚊到1萬蚊左右，但係勝在日日都有斬獲。佢開始相信自己真係可以破解百家樂嘅密碼，覺得自己嘅紀律真係可以克服大數法則。佢同身邊嘅人講，啲人輸錢係因為冇紀律、冇系統亂咁買。佢唔同，佢有策略、有計劃。我喺度睇住佢，心入面喺度冷笑。呢15日嘅贏錢唔係你嘅本事，心係我部絞肉機特登俾你嘅麻醉劑，我要你先上癮，先覺得呢度有路捉，先會越賭越大，先會放低戒心。你越係相信呢套嘢，而我如係唔使急住收你網，部機器慢慢轉，總會轉到你頭殼頂。到咗第16日，佢又嚟開頭嗰幾局都冇咩嘢，贏輸各半。但係跟住就嚟了啦，佢遇上咗一條極端下風期。佢買莊開閒，佢買大開細，佢買邊開對面，佢開始皺眉頭，求心寒。原本坐得好直嘅腰開始彎落嚟，成個人陷入張凳度。佢開始加住追再輸，再加半粒鐘之內嘅，佢輸咗嘅唔止係嗰15日嘅利潤，仲加多咗幾萬蚊。呢個時候佢個腦已經完全停止咗運作，所謂嘅警隊紀律、查案嘅邏輯，通通灰飛煙滅。佢唔係唔知要停，但係佢隻腳好似釘咗喺張凳度，隻手好似俾人控制咗咁，就係控制咁去推住。為咗追翻輸咗嘅錢，佢開始輸一注又推雙倍，雙倍輸咗就再翻。結果短短10分鐘，佢已經套現咗10張信用卡嘅額度。你冇聽錯，10張我話你知。一個受過最嚴格紀律訓練嘅人，竟獲喺半粒鐘之內就可以變成一隻發狂嘅野獸。你仲信自己可以控制得住？之後佢就係我哋呢度嘅常客啦。為咗籌到本，辭咗份工，走去地盤做散工。你諗下，一個警署警長，日日喺地盤嗰度擔擔抬抬，曬到皮膚甩皮，成身灰塵，10幾個鐘嘅體力勞動，就係為咗賺嗰幾百蚊。你以為佢會攞去食飯？你以為佢會買支凍飲慰勞下自己？佢連10蚊嘅便當都唔捨得買，日日捱餓，面青口唇白，成個人瘦到似個枯骨架。但係佢轉頭就將所有血汗錢匯去澳門，鋪過推落張賭台度。佢老婆跪喺度求佢，攬住佢隻腳，喊到聲都沙埋，叫佢翻嚟，叫佢為咗2個仔着想。佢充耳不聞，推開門就走。最後佢老婆頂唔順，帶住2個仔移民去咗美國，同佢斷絕晒關係。佢自己呢，背住500幾萬嘅債，宣布破產。而家縮喺深水埗一間餸房入面，日日對住幅牆自言自語，一時笑一時喊。你話呢個人仲似唔似個人？切喎！連咁樣嘅鐵漢都敵唔過人性嘅貪婪同恐懼。你覺得自己可以有幾特別？大家試下喺評論區講俾我聽，身邊有冇呢種平時好聰明、好有紀律，但一賭起錢上嚟就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嘅朋友？佢哋最後嘅下場係點？我真係好想知。你嘅留言可能就係下一個故事嘅主角。我未必會開名，但我一定會喺下一集讀出嚟，俾所有人睇清楚。酒癮係點樣將一個正常人變成
鬼未訂閱嘅，你唔會想錯過呢啲真實個案，即刻訂閱，留低你嘅故事。另一個故事，算牌專家呢個人就更加特別，佢成世人靠計概率食飯，平時落注似足一部冰冷嘅機器，研究急成數學公式，情埋唔會感情用事。佢仲開班授徒，教人點樣用數學去跑贏賭場。有一年，佢帶住幾個啱啱入門嘅徒弟嚟澳門實地教學，和佢嘅口頭禪係：只要夠冷靜，只要跟足公式長線，一定可以跑贏大數法則。點知嗰日大數法則同佢開咗個天大嘅玩笑，和佢哋一入嚟就遇到一波極端下風期，連輸10幾局。如果得佢自己一個人，佢一定會即刻離場窒同和，因為佢嘅模型已經發出咗危險信號。佢受過嘅訓練會話俾佢知，呢個時候走先係最理性嘅選擇。但係嗰一刻，和佢背後企住幾個徒弟，個個都用崇拜嘅眼神望住佢，等住呢位大師表演點樣用數學擊敗賭場。和佢點算籌碼嘅雙手開始發抖，腦入面嘅數學模型即刻當機。佢心入面有個聲音喺度講：我係大師嚟㗎，勁！我點可以喺徒弟面前輸到走路？如果我就咁走咗，佢哋會點睇我？仲會唔會叫我一聲師傅？就係呢一秒嘅虛榮心，呢一秒嘅羞恥感，令到佢將堅持咗10幾年嘅紀律全部丟晒。佢坐上咗一張平時絕對唔會亂碰嘅百家樂台，將注碼推到最高，和將槓桿拉到盡。結果呢，48個鐘就係短短2日，佢將10幾年辛辛苦苦賺翻嚟，用嚟養老嘅本金輸到一毛不剩，破產收場。你話面子值幾多錢？佢就係為咗喺徒弟面前唔丟架，輸咗成副身家。你哋有冇試過為咗逞強自托和，為咗唔想喺朋友面前失威，就夾硬加注喺評論區寫低落你當時嘅心態，等大家都知呢種情緒有幾咁致命。你嘅經歷和可能救到成千上萬個就嚟踩落去嘅人。但係你以為算牌專家已經夠慘？下一個故事係一個身家過百億嘅上市公司老闆，自己啲錢多到可以砸死我部機器，結果一夜之間唔見咗1億7千萬，仲要押埋公司股權同36間鋪。和你想知佢點死？繼續睇落去未訂閱嘅，你仲有機會訂閱咗嘅，唔該你分享出去，因為呢啲故事身邊分分鐘有人需要聽。有錢人以為自己大把身家，可以用錢砸贏我部絞肉機。我同你講，呢個諗法仲天真過嗰班讀書人。你愈有錢，我部機器練得你愈開心，因為你條水管粗，留得耐。和先至可以俾我哋慢慢榨到盡。幾年前有個 A 股上市公司嘅老闆，身家過百億，喺大陸搞地產同礦業起家，出入都係私人飛機，司機保鏢前呼後擁。佢第一次行入我哋貴賓廳嗰陣，排場大到呢，成班疊馬仔好似蟻竇咁湧埋去。和幫佢點雪茄，泡佢私家帶嚟嘅頂級普洱。佢坐低之後睇荷官嗰種眼神，就好似望住自己工廠入面嗰班低賤勞工一樣，充滿住不屑。佢同我哋聽經理講話，自己玩開國際期貨，一日上落幾千萬，波幅都面不改容。呢啲細台小兒科啦，佢真係好順，贏咗幾百萬。佢開始教訓身邊嘅人，
話賭錢同做生意一樣，最重要係本錢夠雄厚，只要不斷加注，總有一局會贏。呢套就係佢奉若神明嘅倍頭法，輸1萬買2萬，輸2萬買4萬，理論上無限翻倍落去，點會輸啊？佢覺得自己嘅身家深不見底，區區一張賭台點可能吞得落佢？點知冇幾耐，佢就撞正一條極端長路，連輸10局，佢開始面黑爆粗，掟牌愈買愈大，注碼幾百萬咁推上去。當佢想繼續翻倍嗰陣，賭場經理面無表情咁行埋嚟，按住佢面前嗰堆籌碼，用一把冰冷到冇溫度嘅聲音話：不好意思，老闆，這張台爆頂啦！呢個老伯當堂呆咗，學和。佢從來冇諗過呢個世界竟然有錢買唔到嘅注碼，佢以為自己身家100億可以無限追落去，但係我哋一早設好咗限紅線，就係用嚟斬斷你哋呢班所謂大老闆嘅幻想。你以為你本錢夠厚，我話你知，你本錢再厚都厚唔過我哋坐莊嗰一方。限紅一出手，你個倍頭法即刻散晒，等於一個跛咗隻腳嘅人企喺度任人魚肉。佢嗰一刻開始癲咗，完全冇晒理性，唔再睇路，唔再諗策略，幾千萬一注咁亂咁丟，好似唔係自己嘅錢咁。幾日幾夜佢冇離開過貴賓廳，食飯都喺張台旁邊食，眼睛紅到好似浸血咁，成個人散發出一股酸臭味。最後埋單計數，佢累積輸咗1億7千萬，現金輸乾啦。佢開始問我哋借疊碼，只係借完就輪到財務公司。最後佢冇晒辦法，為咗冚住條數，佢簽咗文件讓名下上市公司17%嘅股權，連同36間位於市中心黃金地段嘅核心商鋪，全部抵押晒出去。你明唔明嗰種痛？唔係話你輸到冇飯食，而係你辛苦打咗成世嘅江山，一夜之間親手送咗俾人。佢簽字嗰刻，手震到連筆都揸唔穩，籌啲汗一粒粒咁跌落份文件嗰度。呢啲就係有錢人嘅下場。你仲話有錢唔怕輸？你夠錢同我部機器鬥長命咩？大家有冇試過用倍頭法贏過錢？你以為自己好醒？你最後係點樣被限紅或者資金鏈斷裂一鋪清盤嘅？犀利嘅教訓喺評論區，等其他人唔使再行你嗰條死路。我每集都會揀幾個留言出嚟，用我幾十年嘅經驗幫你分析。你到底輸喺邊一步未訂閱嘅？唔好走寶，訂閱咗你嘅故事先有機會俾我睇到。除咗呢班自以為醒嘅男人，我仲見過一個女仔，佢原本係中環返工嘅高級白領，一個月賺5、6萬，生得幾靚。平時中意行半島食下午茶，挨住打靚卡。佢第一次嚟澳門只係同朋友玩點知贏咗8000蚊，就係呢8000蚊令佢以為自己係女賭神嘅。佢返到香港第一件事就係發朋友圈，影住嗰堆港紙，寫住今日運氣真好。原來睇路一啲都唔難，遲啲可以考慮辭職嚟全職揾食。你睇下幾咁天真，幾咁可悲。之後佢每個禮拜都過嚟贏少少，就開心到飛起。輸多咗就開始借錢加注。半年之後，佢已經欠落300幾萬債。公司知佢成日請假炒埋佢，佢開始問屋企人攞錢，朋友借錢，最後所有渠道都乾晒。
我記得有一晚，佢企喺32樓嘅窗台前面，打咗通電話俾我哋一個相熟嘅疊碼仔，自己真係撐唔住啦。佢話佢最對唔住嘅係佢阿媽，話佢阿媽成世人捱羅仔供佢讀書，點知佢自己一手將所有嘢推晒落海。電話入面喊到聲都拆埋，尖叫咆哮，好似成個人碎開咗一樣。第二日佢冇出現，冇人知佢去咗邊，亦冇人敢問。浸和呢啲咪就係你所謂嘅贏少少好開心嘅下場。我講呢個女仔嘅故事唔係要你同情佢，我要你照下鏡自己，你係咪都係贏咗少少就覺得自己好醒？你係咪都仲覺得輸嗰個唔會係自己？如果你有咁嘅諗法，你已經同佢企埋同一個窗台。呢個頻道唔係要氹你開心，係要一巴刮醒你未醒嘅。訂閱咗先講。你可能會問：咁多人一入到賭場就完全冇咗時間觀念，輸咗都唔肯走，你以為係佢哋自控力差？我話你知，自和呢度每一個細節都係設計過嘅。你入嚟之後見唔見到槍？見唔到。見唔見到鐘？都係見唔到，因為我哋唔想你知，日夜是唔想你知自己已經坐咗幾耐。天花板上面永遠都係一樣嘅，光線柔和溫暖，似足一個冇盡頭嘅夢境。景氣長年保持住20度，涼涼地，唔會令你出汗，亦唔會令你凍到醒神。總之就係啱啱好到你唔想離開張凳，仲有嗰股香味。你以為係酒店嘅高級香薰，其實係我哋專登揀嘅一種淡淡嘅花香味，可以令你精神保持一種輕微嘅亢奮，但係又唔會令你暴躁。你嘅大腦由入門嗰1秒開始就唔再屬於你自己。你以為自己仲有意志力，早就入咗我哋設好嘅時間黑洞入面，連自己係邊個都慢慢唔記得。呢啲魔鬼細節只係冰山一角，我仲有好多嘢未講。例如點解張凳要設計成咁？點解啲籌碼要用塑膠唔用現金？點解啲路紙要擺喺你面前？每一個細節背後都有心理學嘅精密計算。你想知多啲？你想下次行入賭場之前可以睇清楚自己嘅大腦係點樣被慢慢綁架？訂閱我嘅頻道，我逐層揭開俾你睇。2008年10月有一單嘢轟動成個澳門，一個58歲嘅香港男人喺大堂連續搏殺咗好耐，再通宵，佢唔覺得肚餓，唔覺得攰，因為佢嘅大腦已經被環境完全屏蔽晒所有警告信號。錢埋，佢個心臟其實早就亂晒跳，胃部抽搐，後頸飆冷汗，但係佢完全感受唔到，或者話感受得到都冇用。佢隻眼冇離開過張賭台，佢機械式咁將啲籌碼推出去，一注又一注，直到傍晚6點幾，佢突然之間面色發青，企都企唔直，成個人趴喺賭台邊劇烈嘔吐，跟住就昏迷倒地，冇幾耐就搶救無效，當場死亡。你知唔知之後發生咩事？和保安拉起圍欄，封鎖咗嗰張死過人嘅賭台，隔離嗰張台嘅賭客連眼尾都冇望過去，繼續大聲嗌，繼續推住。成個荷官面無表情，敲敲鐘，將成班客引去隔離台，繼續派牌，繼續嗌一聲，買定離手一條人命，就咁樣冇咗。你以為有人會為你傷心？你以為賭場
會因為你死咗而停低一秒慳返啦。嗰部機器唔會因為任何一條人命而停。你死你事，手牌照開。你哋有冇發覺自己一入賭場就好似入咗另一個世界，完全唔知時間過得咁快？你有冇試過本來只係諗住玩半個鐘，結果出到嚟天都光埋？喺評論區分享下你嘅親身經歷，等其他人知道呢度唔係娛樂嘢，係一個時間黑洞。你嘅分享我會喺之後嘅片入面讀出嚟，幫你分析你嗰陣大腦究竟發生咩事。唔想錯過，訂閱撳鐘仔，留低你嘅故事。你聽我講，娛樂場嗰個深不見底嘅金庫，從來都唔怕你今日贏走嗰10萬8萬，我哋最怕嘅。你贏咗之後，以後都唔再行入嚟。只要你個身仲黐住張椅，只要你覺得自己仲可以睇穿啲路線，你就永遠都係大數法則下面排住隊嘅祭品。你以為你贏咗錢好巴閉，你以為你叻過其他人，你望下你身後，和望下嗰啲面無血色、眼袋大到落到嘴邊、成身煙味汗味嘅人，佢哋起初個個都以為自己係特別嗰個。你今日唔醒，就輪到你。你身邊一定有人呢排成日吹噓自己贏咗幾多錢，話自己掌握咗睇路技巧，話賭場揾食好容易。趁佢仲未偷光屋企人嘅救命錢，趁佢仲未企上32樓嘅窗台，你即刻將我呢條片轉發俾佢。你唔係害佢，你係救緊佢。你今日唔叫醒佢，佢下個月可能就瞓街。唯有當你將嗰啲塑膠籌碼換返做真金白銀，轉過身行出大門嗰一秒，你先至算係真正保住自己條命。你以為自己係賭神，你輸到剩返條內褲，仲發夢可以翻身，你發夠未？係時候收手啦。我知你聽完呢啲故事，個心可能好唔舒服，但係呢種唔舒服就係你仲未死嘅證明，你仲有得救。真正冇得救嗰啲，佢哋聽完會笑，會話我呃人，會話自己唔會咁蠢。嗰啲人我冇辦法救，但你可以，你而家最應該做嘅就係將呢條片分享俾嗰啲你仲想救嘅人。你嘅一個轉發可能就係佢哋條命。想睇清楚呢個世界嘅真相，想知人性到底可以有幾醜陋，想保護好自己同屋企人嘅財富，你咪即刻點擊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唔會氹你開心，此學我唔會教你發達，我只會話你知邊度係地獄，邊度先係生路。訂閱係你今日做嘅第一個正確決定。我哋下期再見。